嚟緊星期日嘅晚上11點鐘有英超嘅煞科戰，熱刺主場對住愛華頓啊！熱刺有力搶佔中場，詹士麥迪臣復出狀態唔錯喎。愛華頓季尾提早暑假，同一時段有另外一場嘅英超護級戰，韋斯咸主場對住列斯聯啊！韋斯咸後防脆弱，卡斯迪蘭奴斯信心十足啊！列斯同樣攻強守弱喎。Hello， 大家好，歡迎嚟到今集前哨站。英超咧都去到最後一輪啦噃。咁啊，不過喺上一輪啊，已經係奠定咗冠軍誰屬噶啦。自從咧班尼茅夫喺周中嘅賽事啊，1-1係和咗曼城之後啊，本來領先5分嘅阿仙奴咧，自從因為咧係曼城咧只能夠攞到1分啦，咁所以喺第37輪自動成為咗英超嘅冠軍啊！恭喜阿仙奴啊！佢哋嘅球迷可以話睽違咗22年，終於等到球隊可以再次奪冠啦。咁啊，所以去到英超嘅最後一輪嘅賽事，好大嘅焦點都會放翻喺護級戰嗰度啦噃。咁啊，因為掛名係 Big Six 啊，都叫做英超豪門嘅熱刺，呢一刻都仲未能夠擺脱護級嘅漩渦噶噃。咁啊，因為咧依家喺尾4嘅熱刺咧，佢哋只係2分領先緊韋斯咸嘅啫。最後一輪咧係要對住愛華頓。咁啊，對熱刺嚟講咧，佢哋基本上咧只要攞1分咧，都可以話係有99.999% 係能夠護級成功噶啦。因為喺呢一刻佢哋嘅得失球係比韋斯咸多12球嘅。咁但係熱刺喺主場出擊，究竟能唔能夠成功搶分呢？咁啊都要睇翻咧就熱刺近期嘅表現喎。嗱，咁啊熱刺咧上一場波咧就作客1-2輸咗俾車路士嘅。本身車路士嘅狀態都唔係幾好啊，咁但係喺呢場波咧，熱刺嘅表現咧就可能係因為受作客嘅影響啦，咁啊失嗰啲波咧都有少少無辜嘅。咁啊，包括咧就係車路士第一個入波啊，係安素弗蘭迪斯嘅中距離施射。咁啊，雖則咧就話單數咧遮擋咗堅斯基嘅視線，咁但係似乎殺出去有少少慢咗啲喎，睇得有啲保守啊喺個防線啊單數自己方面。咁啊，另外咧失第2個波俾柯德利山道士嗰波就更加無辜啦。咁啊，本身咧迪沙比都已經撳咗掣換人，觀察到啦下半場啊熱刺嘅表現咧好似有啲唔係太積極噶啦噃。咁啊準備都換高路梅安尼噶啦，咁但係臨換出之前，高路梅安尼咧就整翻個中場嘅交失波，咁啊結果咧就直接交咗俾高爾爬馬，車路士打翻個快攻，輾轉之下咧就柯德利山道士咧就將個波射咗入網嘅，咁啊可以話係咧相當之慘情啦，都準備換啦高路梅安尼，咁啊不過換唔切，臨換之前嗰1分鐘佢就出咗事啦，咁所以呢場波咧就熱刺雖然咧就輸1-2啦，最終咧就憑住理查利神嘅破蛋，咁但係雖然輸波，整體上嘅形勢唔差㗎噃，數字上面咧，如果講翻我哋控球率咧，熱刺咧係有56%嘅。咁另外一個數字就係熱刺曾經咧喺車路士嘅禁區裏邊啊，掂過25次波嘅，咁啊足足比起車路士多咗14次喎。即係調翻轉咧，藍戰士喺熱刺嘅禁區只係掂咗11個波啫。嗱，我哋之前咧就都有提過，迪沙比上任咗呢幾場嘅熱刺嘅賽事裏邊咧，逼搶嘅位置前咗，同埋球員逼搶亦都係積極咗嘅。咁啊喺迪沙比上任嘅呢幾場裏邊，平均每場成功逼搶咧係高達5.3次嘅。如果你睇翻英超整季嘅數據啊，逼搶得最好嗰隊波叫白禮頓，佢哋咧平均每場係成功逼搶5次嘅。如果咁計嘅話咧，可以話喺迪沙比嘅麾下嘅熱刺，佢哋嘅逼搶咧係英超最好嘅。咁你再睇埋啱啱講緊喺車路士嘅禁區裏邊掂波嘅數字，足足比對手多14次。意思咧就即係依家搶埋個波翻嚟之後，連組織入去禁區嗰度都有所改善啦。最終能唔能夠可以有 end product 都係睇進攻球員嘅表現嘅啫。的確，高路梅安尼同埋泰爾仲有理查利神3個嘅火花咧，到而家呢一刻都未擦到出嚟嘅。咁但係起碼都叫做有啲起色，入到去禁區裏邊先。咁所以嚟緊咧，熱刺喺主場出擊啊，相信佢哋都有能力可以控制翻到中場啊。尤其是呢個逼搶嘅元素已經成功注入咗球隊，態度積極咗，主場出擊，而且係一場生死戰啊。咁所以預料咧，熱刺呢場波應該都可以控制到個中場嘅。咁啊，除咗咧講熱刺能夠成功控制中場，咁都需要有球員能夠交出致命嘅傳送噶噃。咁啊，預料咧呢場波，詹士麥迪臣咧應該會發揮好大嘅作用啦。咁啊，呢一位咧喺季初係南韓嘅熱身賽整傷咗十字韌帶嘅一個英格蘭中場啦。咁啊，不過去到近期咧，佢都已經係復出翻嘅啦噃。
就啱啱講緊啊，上場波1-2輸俾車路士，佢亦都係企喺場邊等緊換走嘅等緊換入嚟嘅其中一位球員啦。咁佢入到球場之後啊，個態度都好積極喎，而且佢同賓坦古啊兩個好技術嘅球員，同埋啲傳送都叫做絲絲入扣啊，俾波走位，俾波走位都幾流暢啊。咁啊，其實有權踢啲水人射地嘅足球嘅。詹士麥迪臣咧近期都係復出之後後備上陣嘅啫，不過後備上陣佢嘅影響力都幾大嘅噃。上場對住車路士啊，麥迪臣咧佢只係上陣咗21分鐘啫，不過咧佢有全場23次嘅傳送，全部咧都冇失手嘅，成功傳球係100%啊！咁啊更加咧喺比賽嘅尾段咧曾經同隊友撞牆，入個禁區啊有一個近射，只不過車路士嘅守將哈圖生得非常之快。如果唔係咧，呢個波已經可以幫熱刺咁近射埋去咧，好大機會追翻成2-2平手噶啦，可能提早一輪都可以護級成功噶噃。咁啊，但係正面啲睇，起碼見到詹士麥迪臣出翻嚟嘅狀態一場比一場好，而且似乎咧都冇乜體能或者係咧受之前嘅傷患所影響。因為始終傷咗十字韌帶有啲球員都會咧係個信心同埋咧跑步嘅時候會就住，信心可能受影響。就咁睇咧，詹士麥迪臣為熱刺護級，佢哋嘅鬥心咧都不減嘅噃。咁所以預料今場波無論麥迪臣係正選定係後備上陣，相信咧都能夠為熱刺可以係繼續壓住對手嚟攻，甚至有一啲創造力嘅傳送可以交到出嚟嘅。咁啊，至於咧就係作客嘅愛華頓啦。咁愛華頓呢一刻咧排緊喺第12位，雖然話就話咧距離第8位嘅歐協聯位置咧有3分嘅距離，不過其實事實上咧中間咧仲有咁多隊球隊啦，愛華頓咧能夠可以真係下季有歐洲賽嘅機會，可以話係微乎其微噶啦。而最重要嘅咧係愛華頓嘅季尾近況都相當之差，對上嘅6場都贏唔到，咁啊對上嘅如果近啲嘅5場波咧就2和3負。上一輪嘅聯賽咧，主場1-3輸咗俾新特蘭嘅，咁啊新特蘭都係一隊咧就係淨係打主場嘅球隊，咁但係咧愛華頓都輸1-3喎。睇翻呢場波嗰個陣容佢哋咧就已經係擺咗阿羅爾出嚟打正選㗎啦。其實季尾咧呢位德國嘅小將咧都已經有唔少嘅正選機會㗎啦，都可以見到阿莫耶斯咧去到季尾都準備希望咧可以安排啲年青球員吸收多啲英超嘅經驗開始為下季做準備啦。咁啊，如果咁計嘅話咧，似乎愛華頓咧嚟緊都未必咧會真係好落力搶分，反而咧就俾多啲機會一啲年青球員可以吸收英超嘅經驗。咁啊，所以今次作客嚟到熱刺愛華頓有冇能力搞局咧？咁啊，如果出年青球員嘅話，可能佢哋都志不在此啦。咁啊，所以如果呢場波要貼一個波膽嘅話咧，估計熱刺咧應該可以控制中場，並且係球員嘅進攻質素咧，希望可以得以回復啦。咁啊，尤其是咧就好似啲翼鋒我哋頭先提過高路梅安尼經常啲出波唔知出到去邊度。泰爾另外一個法國嘅小國腳打足全場㗎啦，對車路士嗰場波。咁但係哇，去到比賽嘅最後一擊分個波俾你，右邊禁區咁靚，結果一出個波出咗俾對方嘅門將羅伯山齊士喎。真係嘥料啦，咁啊！但係難保呢啲球員始終咧都係法國一個法國大國腳啦，曾經另外一個咧都係法國小國腳，質素冇理由咁差嘅。咁啊，估計咧今場波應該會有翻啲提升嘅。咁所以不如今場波就估熱刺可以2-0順利擊敗愛華頓，最終一周護級成功啦。報名鏈接就喺下面，只要填寫簡單資料，就會有專人聯絡你。到時見。啱啱講完熱刺對住愛華頓嘅賽事，咁啊跟住落嚟呢場咧都要同大家講下熱刺嘅護級競爭對手韋斯咸嘞噃。韋斯咸呢一刻喺第18位，咁啊頭先提過啦，同熱刺爭2分，基本上佢哋嘅護級形勢岌岌可危。除咗咧要自己全取3分之外，更加要望熱刺咧係喺嚟緊對住愛華頓嘅賽事，直頭係3分全失嘅。咁啊先唔好理人哋住啦，咁啊韋斯咸究竟可唔可以做好自己咧？似乎答案咧相當之有疑問喎。咁啊，因為咧佢哋啱啱嘅上一場波1-3咧係落敗咗嘅，咁啊講緊咧就係輸咗俾呢個紐卡素啊。咁喺呢場波裏邊咧，紐勞咧一開波排咗個3中堅陣式，咁啊但係似乎呢3中堅陣式咧好多球員都唔係好適應喎。頭嘅19分鐘已經落後2球啦，咁啊見到咧就喺呢個後防嘅犯錯都幾多嘅。咁啊，第一個波咧都算係後場啦，就係香文臣嘅交波啦，就交失咗。咁啊，雖然唔算係心臟地帶，咁但係俾紐卡素嘅係球員冚上嚟啦。
韋斯咸咧都好似有啲措手不及咁樣，回放速度都好似唔係好夠，咁啊結果俾禾特美迪門前掃入啦，跟住輸第2個波先至最慘啦！竟然咧係喺中路嘅中場嘅位置失咗個控球權之後咧，紐卡素打個反擊。其實當時韋斯咸後防咧都唔係話唔夠人嘅，但係問題係幾個中堅咧又企出又企入又企前又企後，毫無默契嘅，包晒越位啊！結果咧一個斜線送落去中間，俾到奧蘇拿就無啦啦有個單刀嘅機會啦，咁啊射穿咗係門將香文臣嘅十字關。咁啊基本上呢兩個失波都可以見到啊，全部都係韋斯咸嘅個別球員嘅犯錯啊，信心唔夠啊，同埋咧就突然之間俾打翻轉頭嘅時間個短路嘅問題啦，唔能夠及時可以咧就係擺翻一條有紀律嘅防線啊。咁啊基本上咧都係輸自己嘅，好多波都係個後防咧都真係幾脆弱喎。咁啊，就算你講埋第3個波，都係後備換嘅帕保路入到嚟，咁喺中場咧猜失波，入到嚟中場控波嘅時間都唔知道有人拍到埋你，個控球權就咁就失咗啦，結果輸埋第3個波。咁啊，所以咧其實韋斯咸咧而家見到好多球員咧係信心都嚴重不足嘅，咁啊同埋咧嗰個後防咧係欠缺紀律啦，咁啊亦都咧就唔夠緊密嘅，咁啊究竟邊個嗌咧，邊個去包咧？有陣時馬夫魯班奴斯有啲波打啲係受壓嘅情況嘅波，的確係解圍解得幾好嘅。咁但係當係突然之間轉攻為守嗰一刻咧，佢又會選擇包越位啊，選擇呢一個保守嘅。咁但係其他嘅隊友又唔配合佢嘅喎。咁所以呢一個防線唔整齊嘅問題啊，相信咧去到最後一週咧，韋斯咸咧都仍然會係受呢樣嘢纏繞嘅。咁即使咧就係目標好鮮明，今場波韋斯咸要全取3分，似乎佢哋嘅後防咧都未必能夠幫到手。咁啊不過始終咧就韋斯咸都係一支咧就係傳統嘅英超球隊，佢哋都會有一啲係好有鬥志嘅球員嘅。咁啊如果咧你要講話去前面搶攻，相信咧韋斯咸嘅中鋒卡斯迪蘭奴斯咧，今場波應該咧就可以俾到啲希望大家啦。咁其實咧呢位阿根廷嘅中鋒啊，喺季中拉素過到嚟之後啊，入波嘅數字唔算好多嘅啫。嗰項賽事總共入咗6球波，不過佢咧就喺前線都相當之勤力去轉型嘅，技術唔係話特別好，但係球球都埋去掠，都幾有球味嘅噃。咁啊講緊咧上場波1-3輸俾紐卡素啊，亦都係憑住佢破蛋。咁啊其實咧即係第一時間嘅餓射，咁啊但係咧射出嚟嘅效果相當之靚喎，直接就笠死咗對方嘅門將撲比啊！咁啊可以話係非常之勤力轉型咧而得到嘅收穫啦。咁啊尤其是咧卡斯迪蘭奴斯呢啲球員啦，咁啊技術又唔係特別好，身體條件咧又普普通通，咁但係打鬥志、打態度嘅，咁啊攞到一個靚嘅入波，相信咧對呢啲球員嘅心態咧會有好大嘅幫助，信心十足嘅，應該咧就可以為韋斯咸咧喺呢場波有機會係可以破蛋啊！咁啊同呢個係列斯聯咬住先啦。好啦，咁啊講到咧就係錘仔幫都算係攻強守弱嘅球隊啊，咁啊跟住咧就講列斯聯啦噃。嗱咁啊列斯咧當然亦都係攻強守弱嘅球隊，尤其是咧就要考慮到佢哋嘅中鋒咧其實咧輪流咧都有爆發嘅。咁啊呢一刻佢哋咧就前線應該都係會擺翻阿卡華利雲做中鋒嘅。咁啊特別嘅地方就係列斯聯今季咧其實已經同韋斯咸打過2場波㗎啦。除咗咧就係首循環嘅聯賽贏2-1之外，另外近啲嘅就係足總杯嘅8強啊！咁啊喺法定時間打成2-2平手，嗰場波就係講緊韋斯咸啲球迷見到輸到0-2啦，都入到去補時階段啦，已經開始走啦噃。咁但係入下一球，入下又一球，咁啊啲球迷又開始翻入嚟，最終真係有加時睇嗰場。咁啊見到咧列斯咧，話都能夠2場喺韋斯咸身上咧，每場波都能夠攞到2個入球嘅。咁啊而且咧。始終咧就我哋見到列斯咧，佢哋啲球員嘅質素可能咧中場嘅組織會受到影響啦，因為史達治咧上一場波就係有啲輕傷嘅，咁啊跟住咧亦都見到丹尼爾占士都會打個右翼位嘅位置俾佢試下，咁啊雖然呢個質素就平平，咁但係始終都係有速度啊，咁啊能夠可以爭取多啲嘅橫出波嘅機會啊。咁你話對住韋斯咸嘅話，如果防線咁脆弱，咁啊丹尼爾占士可能出幾次波咁咧，都可能會揾到一啲對方嘅缺口噶啦。咁所以如果咁睇嘅話咧，可能列斯聯咧喺呢場波應該咧都好有機會可以喺韋斯咸身上攞到入球啦。咁啊，既然大家都係攻強守弱嘅話，咁啊不如估呢場波嚟一個大啲嘅和波嘅波膽啦。
咁啊，估呢場波最終咧打成2-2平手啊！如果咁計嘅話，徐仔幫就要壯烈犧牲降班嘅咯喎。咁啊，不過咧，似乎紐奴啊，雖然好有護級嘅經驗，咁但係去到尾一週仍然都仲未解決到防守嘅問題嘅話咧，最後一週都幾難俾到信心球迷啦。啱啱講完兩場嘅英超賽事，咁啊提提大家啦，嚟緊嘅猜波台啊，實況好波都會喺星期日嘅晚上11點同大家咧直播，就係熱刺對住愛華頓嘅賽事嘅。咁希望到時大家都一齊入嚟講波傾波經啦。節目嘅尾聲，歡迎大家記得俾翻個 like 同埋訂閱我哋嘅猜波台啦噃。今條片嚟到呢度差唔多，我哋下條片再同大家見面，拜。